后来乡亲啊，这是花莲马大安溪的顶游又搁形成新的崩山湖。林保署透早使用无人机，发现原本的崩山湖的下面200顶大约300公尺的所在，搁有一座新的崩山湖。这已经是第3个崩山湖了。本地经过估算，新的崩山湖会伫即摆4点开始来溢流，结果提早1点半倒水流落来。中昼12点半已经发布到特例的通知，讲后乡嘛为下晡的1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。今仔日透早，无人机例行巡查，一个位都看到本地崩山湖离溢流口超300公尺，又搁形成一个新的崩山湖。翻头来看监控系统，发现伫今仔日早起要我3点的时，乡出现大量的土沙粉。原来是正边的土石崩塌冻着水流，原本都已经到达就是解除的标准，但是因为今天形成一个淹塞湖哦，就形成不确定的一个状况哦，我们要再重新评估之后。林保署等来计算蓄水量，也有溢流对下游的影响。古马大安溪崩山湖伫7月底形成，9月23溢流了后，伫10月21搁再形成一个新的崩山湖，东港就崩花。连同上新的这个已经是第3个，地点都伫本地2个崩山湖中央，无到1公里。上早的崩山湖上新观测到的蓄水量是69万吨，下游的蔓延、工风也有洪林，有关是上担心受灾。只有害怕而已啊，大家都累了这样，帮助重建这样。帮助重建。对啊，让回到正常的生活。很缓，很又害怕。堰塞湖的事件彻底解决。当然有新的堰塞湖出现，会造成一些居民的恐慌。我们也希望说，不管是中央还是县政府，可以赶快提出对应的政策。花莲因为崩山湖伫短短52天内，前后特地5摆，真无简单。本地按算伫今日早起7点，都会当解除红色的警戒。也毋过，这摆新的崩山湖佫出现溢流的情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